做 Amazon 我都試過啦，做10個產品9個都唔掂嘅，啲廣告費又貴到黐線喎。如果你揀產品係憑自己嘅感覺嘅話咧，難怪你做 Amazon 一直都做唔起啊！我分析咗超過100個 Amazon 嘅爆品之後咧，總結出咧3個必中嘅選品方法。2026年想喺 Amazon 賺錢咧，呢幾招你一定要記住啦。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千祈唔好揀你自己覺得好嘅產品，要揀啲搜索量有爆升趨勢嘅產品，例如之前爆紅嘅音樂拳擊遊戲啦、旅行洗衣機啦，又或者係吸盤手機支架等等，呢啲咧都係有突然飆升嘅搜索量，數據咧係隨時可以睇得到嘅。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專門俾新手用嘅，就係揀啲細分市場啦。大類嘅競爭太大，根本咧就唔夠佢哋鬥嘅。轉去細分市場咧，例如唔做普通嘅飲水樽，係做 XXL size 超大嘅飲水樽，又或者咧做啲好堅固嘅戶外迷你水樽。呢一類嘅產品咧競爭比較少，而且咧目標顧客咧更加精準，埋單率咧仲高過咧大類嘅15% 以上。第三個揀爆品嘅方法咧就係好多人忽略噶啦，就係咧大節日嘅超前部署啊！千祈唔好等到旺季先至嚟入貨。例如而家1月份咧就要開始籌備定4、5月嘅露營產品噶啦。提前入貨，等旺季一到咧，就可以第一時間出單啦。你以為記得呢3招就夠咩？錯啦，其實咧仲有啲爆品驗證嘅小工具嘅。揀產品之前咧要查一查，可以避開90% 嘅失敗機會嘅。順帶一提，如果你自己咧想做電商又唔知點樣開始嘅話，嚟參加我下一場嘅分享會，我會喺分享會入邊教大家揀啱嘅產品同埋啱嘅市場嘅。記得咧喺呢個 post 下邊條 link 報名啦。